生目睭吼，也毋捌看你这么固执的人啦。哎呀了，死去看医生开钱，你这个囡仔吼是要来讨债的咧。咱吼饲袂起，讲也讲袂听啦。哎呦，毋知要哪才好，我想着都烦恼死哦，有影。是啊，迄规灶骹吼拢全药啊，迄日啊转暝也转，毋知有效啊无啦。布甲规个灶骹吼，全药啊味啦，闻着咸要吐，毋知了偌济钱去啊。毋知要安怎才好啦。阿母啊，你讲应该安怎才好啦？你讲啊。阿母，我跟你讲，咱吼甲谁真正同票。对啊，人个臭头病吼嘛是医会好的啊，啊你是惊讲互人抬高吼无清气，你毋敢去对无？当即马说吼，啊死去找医生啦，都袂输敢若吼去死去放送，放送讲迄伤气嘛病毋知偌严重啊，啊即马咱规个庄仔头啥人毋知影，啊有谁敢来咱遮一骹步啊？是啊，伤紧吼是细汉，等伊若较大汉吼，迄人看人就惊啦。咱这间拍底仔店哦，我看哦，早晚爱关起啦。啊，咱厝内底吼，放一个开骹半想的囡仔，我看吼，咱大家吼，不都准备下起来，咱以后无死。阿母啊，你真少想看卖啦。好啦，你若唔敢做吼，我替你做。弟弟无？无。无。无。你看出来无？我哪知？厝内面敢若我一个人尔。哦，啊，今仔是啥物日子啊咧？哪遮清早？你好运啊，转来就通去食啦。莫偷食啦，小可去洗洗，等恁母转来哦，通斗阵食啊。母啊，今仔足奇怪呢，你敢若完全变做一个人呢？师啊，
你等下对我好，师傅娘啊，你喺路咧哭哭撞撞，有咩起笑啊？行啦，紧跟我斗阵仔找相警啊！你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著相警啊用头皮啦！师傅娘啊，怎么死假伫咧找啦？我今日要甲救救袂转啊！行啦，怎来安尼？我这母啊，啊你敢知影这单代志？我哪会知影？母啊，你哪有现钱钱通买只青草？阿算互我的啦。阿三，阿三姐若知影无倒转啊，哪有可能摕钱互你啦？敢讲钱会飞？是伊来后面讲啥物？啊，系啊，紧去找你某转来啦！即摆囝无去哦，某煞无去哦。母啊，我问你的代志，你也着甲我讲，到底是安怎？莫问啊，济啦，有通我食着好啊啦。母，你是毋是卖孙？你老实讲。啊，当然哦，伊咧破鼻孙，买买哪有钱啦？哎呦呀，莫问啦！哎，哦，害我呢，你太丢啦！哎呦，你起笑，你起笑的是谢你啦，你创啥啦？你起笑的是无？恁爸袂瘾食啦！你看你，芳你一个孙，你安尼无要无紧，你安尼毋是卖孙，无你是安怎？我送人啊，俩我哪有去卖人？送人的。母，这个卖孙的钱你也食落去，你安尼想我超过你走？你安尼做，像人咧起笑，你知无？哎呦！母啊！母啊！母啊！哟，哦，真正有青草就对，啊，一声报喜啊！母啊！你共摕遮济钱，讲你无卖孙，啊无是安怎？阿母，我想袂到你的心肝会遮尔啊凶，甲囡仔送互别人。伊的小儿麻痹还袂好呢，万一去耽误着是要安怎啦？就是伊小儿麻痹，我唔才会去互人。母啊！总讲相见嘛，若开口半上，总嘛是你的孙啊！啊，你哪咧甲嫌啦？你安尼敢袂小超过啊？讲我嫌孙，我无心肝的阿妈，上紧啊爱开钱，我嘛紧肯互你。上紧啊破病，我敢照顾无着是无？莫哭啦！你安尼哭吼唔值啦！伊既然怪讲你无心肝，咱嘛知影吼，当初你着听我的话，甲相金嘛凊彩单调就好啊。啊，要怪吼，还怪者较有诶。囡仔是我的啦，我讲安怎散车，我袂甲放的，无爱管伊啦。阿母啊，你凭啥物大主大意，甲囡仔送互别人？我今日安尼生做，我是为着上紧啊好咧。你是倒位伫为伊好啦？可爱，你想看卖咧？你共洗衫，你一工会当赚偌济钱啦？敢无够讲吼，付敬爱的医药费是无？你想看卖咧？咱无钱通好甲医，安尼先上紧安尼食苦，咱就安尼要送好野人去照顾，上紧啊嘛才会快活啊！啊，相见啊，安尼小儿麻痹到人要甜。但伊即摆细汉，伊上骹还阁看袂出。等人发现的时阵，人自然就带去用看，让伊好野人有钱啊，让伊会甲看好。你讲嘛是有理的。讲母啊，啊囡仔是阮两个的，你要送人，你嘛安尼甲阮两个参详一下。你到底甲伊送互啥物人啊？放心啦，都是咱隔壁庄迄保行的张老板啦。我嘛是有探听过，但因兜足好野，足有钱的啊，只是无后代。以后答应讲要将上景啊，当作是亲生的囝，安尼遐甲照顾。是讲叫人讲，莫甲伊安尼顾顾甜，安尼就好啊。阿母啊，你哪会遮尔敖啦？你阁晓想这步？上紧嘛吼，会当去互好野人做囝，啊，就算讲这世人开骹半袖，安尼嘛有价值。咱无才调伊，咱只好安尼先做啊。你甲人欺骗，万一伊若发现上景的卡是安尼，敢会生气，敢会甲嫌？万一佫甲上景单掉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会啦，人迄好野人，啊，佫无生，反正吼，人会替相景啊找一个较好的医生，卡甲医好啊。
你也毋是毋知影小丽麻痹有偌严重，咱凭啥物要去甲医啦？阿嫂啊，你嘛知影讲吼，伤筋的脚无可能医好，过去囡仔互人对你来讲嘛较快活。家己生的囡仔，家己饲啦。上济我来去做去食，我嘛袂放我的囡仔去互人糟蹋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甲囡仔抱倒来。阿海，行，你莫讲咪翻车啦！我陪你啦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他的母亲白伊个，囡仔真是有病，请你互我带转去。啥？你讲有病？是啊，伤紧有小儿麻痹，请你原谅，阮无老实甲你讲好清楚。是的。我想吼，恁一定是临时反悔，才会讲这款话啦。等囡仔骨髓干咧，哪有可能得这款病啦？真是的啦，我无甲你骗。我吼足介意这个囡仔啦，无我钱加互你啊。我是一个做老母的，免哪会去照察家己的后生判受啦。假使我甲你隐瞒，将来你会发现伊的脚有问题，到时你会足怨恨的。我会认得你哦，你就是阿叔啊，出来店的问加医生迄个人对无？是啦，啥头的啊？你讲四界找医生迄个查某人就是伊哦？是啊。原来你是囡仔的老母哦？是真歹势啦，阮老母遐尔匆忙，请恁原谅。哦，恁是会足过分的。是的啦。你莫怪因啦，伊安尼对咱坦白哦，真正有诚意。啊若无啊，伊家钱摕，当做啥物代志拢毋知就好啊嘛。好啦，我莫怪因啦，囡仔行李啦。阿春啊，啥代志？囡仔抱出来。好。多谢你的成全，多谢。这个囡仔哦，甲我真正有缘分啦。真诶吼，就当做我予伊的红包，你收起来，莫客气。免啊，免啊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哦。秋兰，阿母，秋兰转来。阿母，我转来啊。母啊，秋兰咧叫你是无听到？我是外孙的歹阿妈，叫我想要创啥？阿嫂啊，阿母吼规工拢无食饭呢。阿母，你哪拢无食饭啦？阿母为着你好吼，你阁袂了解伊的心情，阁甲伊讲啊遐歹听，老大人要哪会砍你啦？阿母，我真是无迄个意思啦，希望你会当原谅，莫甲我计较，你家己的身体要顾好呢。过去互我死的啦，现在我看到你为着迄个囡仔，大家咧吃苦，一家人无法度过好日子。阿嫂啊，你为着迄个囡仔嘛了袂少钱啊，敢讲吼，你要饲规世人哟？讲来讲去拢是钱啦，就是为着钱啦。有啊，小做临时工啊，赚的啦，拢互你啦。啊，以后拜托吼，你莫阁怪树人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吼，我可袂管上景的代志，啊上景啊吼，什么代志啊，莫互我知影，莫互我安尼烦恼。知有了，这铁片吼，就爱先放在这刀点的顶头，爱记哦，爱放我平，才讲落去啊。每一届要讲的时候，拢一定要放平平，讲落去哦，迄铁片才袂用歪去。哦，看好势哦。阿勇啊，阿勇，啊啦，我试看卖好无？这知有了，这工课哦，爱有功夫，嘛爱有气力啦。啊，这若无细气哦，铁片讲歪，啊，就拍算的啊，对不对？你亲像我落啦，我每一届你讲的时候，迄内容若出入够，讲出来铁啊，逐个咱平啊。来，你试看卖，来。
管你要做啥？做初档的工课啦，莫怪啦，吼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我的母亲白伊个，阿嫂啊，啊你饲好袂啦？自早起吼，早到你接到这当阵啊，人是要哪煮啦？歹势啦，我甲药仔摕起来，啉就好啦吼。歹势歹势。哦，你是啥味啦？啊，规个臭糊糊，安尼人是要哪煮啦？这是哦，互阿囝的药仔啦，我会甲鼎哦洗互清气啦吼。那你洗进去哦，人都要死啊啦！哦，规个钱哦，我摕买药啊啦！即摆若要食公公不他食哦，就摕你的药来准我食啦。来，阿美，这个互你食。阿太，这个互你。哦，啊，剩的哦，摕几个阿母。哦，摕你内面食哈。嗨呀，母啊，嘿，阿水伯啊吼，我要一支镰刀啦，明仔才要猪啦。母啊，你嘛较好心的。迄汤厂迄臭甘蔗，迄工人去拖我才母煞尔。我听甲朋友约好啊，我啥换好啊，是要。哎呦，阿海呀，啊你毋想讲吼，恁相囝啊，逐工吼爱食药爱开钱，你嘛较骨力一个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啊，拍一支镰刀是趁到偌济啦。阿勇阿咧啦，啊，用恁兜咧留咧，我叫伊转去啦，后日就转来。母啊，你叫水表摕药别人创，我要出来。无咯，阿海啊，哦，呀，阿母，我试看。一千里